三丙火，一天地人象是太陽，光焰之火，在天為日，在地為光。丙火日主的人，表達能力強，有旺盛的精力，同時也是權力的象徵。二墨象，光芒、帝王、權力、溫暖、色彩、影視、傳媒、信息、名氣、花朵、靚麗、裝飾、文章、書畫、表面、表演、演說、電器，在現代社會有影視傳媒之象，配淫水更有色彩之意。活木見丙婳秀，女性主漂亮，男性主才華，不能過旺，易焚滅，過若落地被滅了，不落地為大象。三丙火喜忌 A 丙火遇甲則言，丙火在地支中見人午戌時，忌諱再見甲否，則會導致木火俱焚。丙火日主遇一個甲或一個人時，為貴命，甲或人兩個以上，則不貴。因木多為森林，一片森林，太陽會有照不到的地方，叫木多火失。乙木為陰木、濕木，燃燒的速度遠不及甲木，所以丙火日主遇乙木要理性的多。2. 此人給人的感覺是特別的嚴肅。戊土本為燥土，遇火就更燥了。若戊為食神，此時就變成傷官了，這是需用淫水吊後。但若丙火太旺，此時的淫水來反成了火上澆油。丙火在新月或新時，天干見到淫水，此時的淫水若無戊土來制，或沒有甲木來泄，那麼這個人難以長壽。以土為濕土，可去丙火的燥熱，但它在天為雲，會使丙失去光輝的節氣。反映在命理上，就是原本開朗的性格，難以展現臉上燦爛的笑容，同時事業也容易受阻。如八字裏有己土，並且這個己土能夠忍到丙火的時候，可斷逢己或丙的流年，往往容易受傷。再來一個甲己合己土的力量更強，此時要解己的運彩，需用乙木風，是因為丙辛合化水，反克了丙火之故。F 因癸水在天為戊，大戊會遮蔽太陽的光芒。4. 人體額頭、臉、眼睛、大腦、血壓、小腸、肩、胸、心臟系統、思想、精神系統、血液。有火有水時才代表血液。5. 人性正面、激情、熱情。丙火為用事，此人性格開朗，也願幫助別人，但丙火旺的人容易發火，甚至暴跳如雷。這時最好讓他發洩，不可火上澆油，更不要現激怒他，等他發洩完了反而會後悔。6. 形狀太陽之火，大火，向上，熱度高。8. 7. 表情熱情，奔放，得用。4. 丁火，一天地象是燈燭之火，在天為星，在地為燈。丁火的長生在有死如人。2. 墨象，星光、靈光、燈火，文明、文化、思想、玄學、神學、電子、網絡、文章、書籍、報刊、榮譽、名望。丁火有文字之意，可用來表示文化水平的高低。卯為文明之光，卯配丁火為文字。丁火一般主文字、老師。活木見丁火主受氣，木火傷官見印主權。3. 丁火喜忌，丁日主見丙在是處，為丙奪丁光不吉。如丙見身財丙辛合，丙反而來幫助丁火取身財，就是有能力的人幫自己賺錢，反而好。丁日主生本月和亥時是好命。2. 是要看月令時，乾柴指甲木，濕木指乙木，庚劈甲生，火更旺。乙木為風，能吹滅丁燈，所以喜歡甲木而不喜歡乙木。4. 人體面、七竅、舌頭、眼睛、心臟、血管、思想和精神系統。5. 人性文雅、多思、神秘、智慧。丙火的個性是外剛內柔，
而丁火則是外柔內剛。丙火的人感情豐富，思想外露，積極好強，急躁，有時會好衝動；而丁火的人感情細膩，持久，表面端莊溫和，內心火熱，但不衝動，思維敏捷，富有同情心和責任心，守禮但略顯多疑。性格特點上優柔寡斷，多愁善感，說話拿捏有分寸，矯揉造作。六、形狀蠟燭之火，幽暗小溫熱。七、表情熱情奔放得用。